下来，我们为了几件事献上我们祷告。我们面对教会所面对的困境，我们献上我们祷告。我们知道有许多的同工因为疫情的关系，没有办法来到圣殿和我们一同来敬拜。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恳求主的宝血遮盖，阻断一切恶者的攻击，让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快快的恢复健康，来到我们的当中，让我们跟我们一同敬拜。我们将教会的属灵氛围、渴慕圣灵，我们祷告，迫切的祷告，也渴慕上帝的话语，来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也为了我们教会所有的福音事工献上我们的祷告。尤其我们9月份即将展开我们年度的幸福小组的事工，我们也为这献上祷告。此时我们也为了教会的长辈，身体有病痛、心灵忧伤的，我们也献上祷告。特别是为你所知道有重大疾病的肢体献上祷告。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此时将近期所有因为疫情关系影响的兄弟姐妹交托仰望在你面前。主啊，恳求你圣灵此时与他们同在，你医治的大能就降临在他们身上。主啊，你来医治他们到完全，让他们有最好的药物、最好的修行，然后快快恢复身体的健康，一起到我们当中来敬拜你。主啊，我们也为了教会的属灵氛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恳求你让我们富强教会是一个神同在的教会。主啊，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主，你常常激励我们，用神的话语来经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主啊，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我们也为了9月份即将来到的幸福小组的事工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恳求你圣灵亲自来感动所有的弟兄姐妹，让他们每个人都有这一个属灵的感动，来参与每一个幸福小组的事工，参与每一个传扬福音的事工。主啊，你为了教会弟兄姐我们的肢体身体有病痛、心里忧伤的，主，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恳求主你圣灵引领，与他们同在。虽然他们在病痛当中，主你依旧示弱，赐下你医治的大能，赐下你的平安喜乐与他们同在，让他们快快恢复了身体的健康，来到我们当中。所以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圣名，阿们。接下来我们为了今天的主日献上我们的祷告，为了今天所有参与敬拜的所有弟兄姐妹献上我们的祷告，所有无论在现场或者是线上的弟兄姐妹，还有今天的服侍者，无论是敬拜团、影音团队，或者是招待、交通的事工、主日学等等，主，我们为他们献上我们的祷告，也特别为了今日的讲员蒋周牧师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知道蒋周牧师因为长期的服侍，他的喉咙已经2个月已经有一些微恙。我们特别为了这个事情献上我们祷告，求主斩断一切恶者的攻击，让蒋周牧师今日所传讲的讯息都是有神同在的讯息，都是有神与他同在。他所说出的每一句话、唱的每一首歌，都会感动每一个会众，圣灵来充满这个地方。我们一起同声来祷告。哎呀，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邀请你圣灵此时就降临在这个地方，你的圣灵就充满在每一个座位上，让每个座位的弟兄姐妹，我们享受从你属天来的福分、属天来的智慧，充满在他们的当中。主啊，我们也为了所有服侍者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让他们在服侍中体验主你同在的美好，让他们越服侍越甘甜，越服侍越得力。主啊，我们也特别为了蒋周牧师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他是你所重用的器皿。主啊，他是你的仆人。主啊，特别恳求你的圣灵时常与他同在。主啊，你来医治他的喉咙，让他的喉咙医治到完全。主啊，让他口里所说出的每一句话都带有能力，是属天的能力，是从你那来的话语。他放的每一首歌、每一个音符，都能感动每一个会众，
让听到的人都能够得到造就，让蒋牧师能够圣灵充满，影响到每一个弟兄姐妹，让福音来广传这个地方。我们将一些线上的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主天述说，天父的荣耀，穹苍传扬，奇妙的作为，张开双手，万物的宝主，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洁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洁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此时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从座位上来站立，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你说话，命里就立；你吹气，就得生命。万物齐唱，哈利路亚！神在，神在，神在！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哈利路亚！感谢神，主啊，恳求你赐给我们不动摇的信心，让无论在任何情况当中，我们都要来敬拜你。阿们。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救赎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旷野之中，紧紧跟随云柱火柱。海浪之中，我必不沉默。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你我深信的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海浪之中，我必不沉默；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
息，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要赞美；逼迫之中，我仍然祷告。行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地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挣扎。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允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迷惑之中，我仍然祷告。行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地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挣扎。行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地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挣扎。盼望能力都以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身体宣告。星星看见牛奶与你之地，星星跟随云柱国主带领，甩开不信实宣告你的话语，在敌人面前得胜又得胜。盼望能力都以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胜利宣告。我要得胜得胜宣告，继续祝福降临到。我要得胜得胜宣告，荣耀恩典降临到。我要得胜得胜呼喊，耶稣你为我降临到。我要得胜得胜宣告，荣耀恩典降临到。我要得胜得胜呼喊，耶稣你为我征战。我要得胜得胜呼喊，忧愁惧怕都逃跑。我要得胜得胜呼喊，耶稣你为我征战。我要得胜得胜呼喊，忧愁惧怕都逃跑。我要
要高唱哈利路亚，天天赞美，天天唱。我要高唱哈利路亚，我要唱，盼望能力有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神的血，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神的宣告，这是我的神的宣告。我们再次宣告，这是我的神的宣告。哈利路亚！将一切赞美归我们的神。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这是我们得胜的宣告，是因为主跟我们同在，你的宝血拯救、遮盖、扶持、提升我们。感谢你，愿今天的聚会从头到尾，圣灵的恩膏满满在我们当中，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得造就、得生命、得拯救。神啊，求你透过你敬重的仆人讲宗牧师在我们当中所做的服事，恩典施落在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让我们有渴慕的心来领受，有仰望的心来得拯救。主啊，感谢你，我们是一个恩典的子民，我们在这个时刻奉你名来聚集，愿神跟我们同在。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您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